欢迎收看《哥哥讲哈喂》，我是敏华。有没有觉得天气这么好，很适合坐在草地上野餐呢？野餐之外别忘了要听听音乐，真的很享受。尤其呢，现在野餐真的很流行，野餐的客家话就是亚窜。就带大家呢一起去看看野餐的时候听音乐是不是真的很享受？一起去看看喽！台三线上的新竹峨眉天主堂举办来转台三线驻村音乐发表会，邀请台三线驻村的6位音乐人共哈发表驻村期间的创作歌曲，在草地上听音乐炸串，让大家可以感受客庄的浪漫氛围。人在那条山路，爱做事累吧。1点钟1把公车，比慢爱打票苗。音乐才子黄子轩也是驻村的歌手之一。在驻村期间，他除了跟当地的居民互动，就发表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呈现客庄文化。赌筹偏档、亚串、动速怂，这对很多人来说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。而对黄子轩而言，能够一直为客家音乐努力，是他人生最大的目标。音乐本身它就能够带领语言去跨越国界，也希望呢未来在国际上，我们能够用我们自己台湾这样子独特的客家文化，然后去全世界让大家来认识台湾这个地方。黄子轩用音乐呈现在地文化，丰富台三线的文化底蕴，也让许多人听到他返乡的创意还有活力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呢我们在草地上面野餐，聆听子轩这么棒的音乐，真的很享受呢。当然了，我们也学到新的词，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第一个词就是野餐，亚窜，亚窜。第二个呢，来看到就是发表，发表，发表。第三个，我们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到在草地上野餐很舒爽。赌筹偏档亚窜动速怂，赌筹偏档亚窜动速怂。记得哦，野餐那个亚有一点点卷舌，要把它学好来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